台北市教育局最近出版一本《小弟伫倒位》的児童绘本，正做学校的补充教材。这内容讲到小弟出事前后，家己的心情甲厝内面各种的变化，要消解真侪风俗。而且这个绘本有台语甲客语的版本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 故事对小弟出事经过受难，道济等等讲起，内容按照红爷仔的成长过程铺排，嘛了解各种本土的民情文化。台北市教育局的国民教育辅导团、本土基本辅导小组最近出版一本《小弟伫倒位》的绘本，提供予师生家长来阅读。来，咱加加减减吼，把咱过去咱台湾的一寡民俗，拢加入去，安尼是毋是囡仔顺线会当学着？ 一寡已经强开始团去啊，已经根本无去啊，这个民俗。周家芬表示，绘本是以家庭教育基地做核心，用图文方式，希望通当做学校的补充教材。另外，这个内容有台语甲客语的版本，希望囡仔透过阅读，增加对母语的认识。因为咱阮过去所制作影片，一般拢是较伫咧生活的教材。想要设计这个故事册的时候，就是让囡仔知影讲，看故事的感觉，我哪看故事，怎熟悉这个闽南语的汉字，慢慢学习讲，我透过闽南语的汉字来看有、读有咱这个闽南语。 除了实体的册，嘛有电子册，囡仔踮厝内嘛通看。周家芬讲，虽然无法度确定对囡仔的帮助有偌大，不过阅读的人数拢有咧增加。未来嘛以校园的内容来出第二本，希望除了学校的课程以外，透过课外的图笔，嘛互囡仔对学母语产生兴趣。记者陈亚文、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